sen tu dewa ja tanda yar ka sen na tuen gar ba ta nim cha bra tu mi shi gyung de ba ra chu tham je ni da chap shi na er z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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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 shi na re 就是东面这边从哪去的？那我刚现在让手机能现在去，差不没？我干不这干不起啊没些，给是你的婆母干不是让着不干不让的，但都婆母让着干不下去，开始我让的不的。怎么可能？男人都喜欢，男人都喜欢上，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为什么我选择婆母？为什么我会选择那个婆母家婚的这年生男人结不的这三样种菜中的可能好为呗？毕竟婆母家过生的，就在路途上都这个写这里就是，家过人呢，你清早他说的。说3年可以年人，他说谁个时候，俺什么哪里我都是，真的。真的吗？啥的？真的嫁不了，嫁的永远挣不了。我说的实话，那以前的这一嘛去那个无足经验没，反正没人都是的。怕呀，不当点个鸡蛋呀，出国家我都是的，顶上几周啊，没想这么强，你婆没想这么强，不过流氓强不的，不可能做。现在这个社会噻。但啊，我叫俺咱们这么大的俺老穷的怕90年代怕6年着了。弟弟个阿家婆母一年的，阿家一年的，他们了呢，什么那里边的套路打的这我妈的，自动的，打的可能也是我的，我里面的自动我妈的。你被女人伤害了吗？伤害我妈的那有些。那你不要难过了吗？给他机会说。我叫俺就俺老姑舅老的吧的，你都老的吧路你都基本没拿，但是做的别的看在卡的下那句。我们两个差不多，那想法差不多。妈的，婆母不能救，俺说的这阿姐妈的，俺东安些那种。帮俺抬起来。现实里有女的追过你吗？有追你的女人吗？没有。真的没有。我从来没有，我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被女的追过，说实话。怎么可能？你直播间里也有很多女的喜欢你啊。直播间那个婆母都是，而且一些我明白，俺直播间那个婆母都是其实俺可是你们都就对个钱，可是俺了就是真这样起个的，就是什定的俺搞不清嘛的，觉得不？平时你会遇到一个你喜欢的。对，俺说那啥吧，真的，俺差不没，就是顶上，而且那种新鲜感深了，现在的话就是菜单给过来的话，菜的你不都抢的可种生嘛的，可是一直菜谁不过的。比都多。我的话讲的话是很认真的，但是我太专业太认真，下午就回去了。是我的真的。下午就回去了。另外希尔顿那个最得给这希尔顿那了，你兄弟几个也就几个抢事情吧。你下一届的这都穷婆母的呢，你这对吧？俺让下一届的吧啥？你同学都给支持你的啥？俺。现在证明都在不过俺们差别的差不多没，可惜多。俺老同学在那里同学，俺老同学各路同学也差不多都结婚生孩子了。现在遇到的话都是这样的。我这里做那个俺兄弟俺就强势俺这种菜个啥活呗，单亲妈妈就俺们说什么的，我就就做个鸡嘛，可这样嘛就那就俺不给来的，我不说的就那就。做个女朋友去嘛，他那来说呢，然后就来自那边的话，他那么种的，给那些民都看到米棚过了种的，就是现在都对讲个，最的吧家都这个，就是顶上棚老现代那些个古董蛋的这根嘛吧，就是我觉得苗根个吧裙子，古代是看我妈的，我觉得吧家个，我这领着我们是呢啊。
就是俺这领着的家都最，但老一辈大家都最那，叫什么样保险差不多哪的，就是就是俺这叫身价都这个阿基能行多啊，阿基都从国内这多啊，俺这的已经没有见过的。你就是下群回群那种吗？你嘛见的就是。你现在见过的，你见过是以前的，但他知名度啊，见名度啊，以前那不，但然后说今年阿姐应该去那各种么啦，国的就是保护要现在去的，国根据我们就点球嘛，对吧？俺这对吧？啊这样子，我就年俺们个罗这都是，但顶上么多个的，俺这邻居朋友都这样，不得有的的。굽디베다 술 챘다 종면도 술 채종면도 서 굽디다 쪽쪽 봐 수이제 민도 되는 굽금 된지 잔자샤 민도 아님 드링에 对吧？但我们前边的这些同居们是굽 민도你看一些굽说的민도对吧？你一些我们能听的민도前边的这민도那些민도有那么我根的我只是胖真的胖的胖嘛的让的也不是动啊让的也不是哪动啊搞不是哪有这是对每个女人都这样说，真的。我啥没给我介绍？我让出他们家那个一些，让你吃的个钱，我让出他们家我让我们你不论的不那么人那些，你我接不接你人那些？你以后找老婆的话，会找个瘦一点的还是胖一点的？我啊。我不知道，我想我等会儿想嘛。啊，想直播去的。哎呀，你别想这个。我外甥。你看我妈。找瘦一点的还是胖一点的姐？啊。你以后找老婆的话，俺而且结婚没些，俺跟不成面，但是咱们西南么过的，咱们家他就当的巴掌过的。咱们家他这就不能超过几斤？160斤，其他我都能接受。160斤，那也挺。我在微信里面说，他也是谁的？点点赞，点个赞可以吗？电话。保下，快电话嘛，连保下，快成年的吧，还便宜的，俺们都出便宜的爱动，也就嘛的。这我要找你这样子的，你有140吧？73的话146吗？给我们让的顶级的我告诉你。71。俺为什么不找160以上的？我怕没都给谁的？包不动他。包不动嘛的，包的动出的，你这包出的，那就包出的。给他出去顶就在，你可能么啦？不考说钱呢，瑞不说钱还是那俺就我家中嘛的吧呢？俺这学的干啊的来讲个的，这二个吧的家中嘛的，多年那就估计干个吧，给估计俺这不是那年，而且瑞说估计俺家中都是我产的。这个说的有道理，你想的太远了，真的。呀妈的，我只是个。保险期间是吧？我就啷块打年的，吃过女啷块女年的，你们这保险女多，你这一个的，俺那毕竟俺那能给去嘛钱，不给这个父母这个没让厕所一年人给去个嘛的，我在负责呀，人嘛的，没生真钱嘛的吧你，然后让地基这种呢，那才叫这种啥地基。偏最地基，你看路偏最地基，这么说呢？这种什么的，你叫多啥？该多年不能呢？就是年对的年嘛，那你看俺只是问着，其实我大几时那个去么啦？讲顶就这鱼，家当顶就这鱼，但么啦不过嘛，可见说不谈大你多呀，能到我嘛吧？其实呀，么啦你个拿不说的钱。对吧？这里说你这些事情，我这穷没什么哪能记住的，没什么的热死拿钱呢，说不定记住的养住嘛的。等不拿对了记住的，养怕这样，年不拿大样跟不住，这样没什么漏水都是的。我就是最怕那个，
你解释等你阿姐讲过来，才没让人家去，俺没让家没出钱，没让对菜的价钱钱，对菜的退休当下钱呢？这个对吧？这个免税钱个对菜退休当下钱呢？我看这就不是这么的，我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呀，没让不给。俺没俺那节目出去，没让本身要你这平摊的这钱呢，俺怕把阿罗接出阿罗给，那钱呢？俺没谁那么看重嘛的。你这么善良，肯定会遇到一个对你好的女人。俺没去没过，说实话的话。以前俺这咱冲突些那东西，让事情大过没着什么程度啊。哥，不要跟我开玩笑，真的。那今年大过没着什么程度。你事情从来没有发过呀。当个一些两事情，当个今年是俺回都回来回嘛的什么的，没让给就当回你们都七点门都什么你们都卡拉萨嘎当的昨天门都什么的，俺打没，因为家长上班7点门都什么的，没上班做的就俺开没就干巴得个什么的，就俺打没。毕竟咱俺让个3兄弟等民都得。赚钱比我们多呀。我在这边工作。俺这了吧，我为了的这些。搞不没人参不的，但是没看得那么重啊，我的这我让当时就这个什么程度，忙这些可这会没有，然后就能也过来，然后没真的来，我也就记得错记得我没就错记啊，我看我妈的，顶啥当初事情实际上的啊，你们会说我的记不住那句，我真的最希望就是我让这边没当。你旁边家，他旁是你旁边没，就是俺俩这边边家还那个可怜那的，你能没都这么多，就是啥呀东西没那你哪子没学什么程度，就是咱们俺俩就不对了，俺什么的这些对了，我先没那的，我妈先没那的，他可啥呀东西没那没不他绿了你哪子没学什么程度，那就啥呀东西没那没不我没那没不你哪子都不行，那东西毕竟。你哪知道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没有钱的话，得生病耶。顶啥是就得那了，然后那给谁，然如果哪子有我们呢，俺就是兄弟个那些，那这些，然后哪子就没就不行嘛的，然后什么这没去的，只是俺就正规的途径中我们的话，那就俺就是装出那委员干啥吧干啥。村委会拿来报告给吧，给不上乡那给，乡那你民政局给，全都没讲，人家民警王岗秋天就啷个嘛，到乌土那边的，我们这乌土那里王岗对吧？的起呢差不多，但是我这师兄但师兄上不得这其中嘛的，毕竟俺让你那是俺让来这哈国不呢接，老捐个居住嘛来这接，你爸爸拿不着吧？所以我知道很多东西，所以我都是的。医院的话，一切都看淡了上。免干，让他免干居住嘛接，但免干啥的，但免不啥的吧？人家但这个做医保，个啥医疗保险这个你要不写那多少那去？你免干，你要不写那谁都真的，俺搞不懂。我觉俺作为一个盲从，俺顶我觉俺搞不写那种的感觉，我就实际上这个你要不写那谁下？以前我就免干那钱呢，免的个才当过的，但是免的只当给你让。主要忙不没其他人给我钱出路多少程度？押金一年的可以年的，我妈你记不记当家可是下过了吧？但这啥押金别的你当下年的，几当下年的人对吧的多，也不多吧？我都搞不懂，真的。确实。所以顶上是去上不得个，我就年那这是我让了就这么，我没打算的，那个嘛的，我有年没呢，我就师兄那个给谁，让给装成那一年的，像那的现看的那一年的，我这嘛说来起的就是那，让都是小嘛的那句，可都特别那样子，咱们这有的就我真的这的，哎那么大有的我说的吧，嘛说的也不行那今年的这可惜。呀，可惜没多个呀，俺看到说接的，可是路嘛啦呀，俺呀师兄那就是呀，开了没得，毕竟俺那对吧，接通没中呀，
你管得着吗？是？我管着，跟你有什么关系嘛？阿比我给，然说的面看他修的给，搞咋的嘛那个，就我这那修的气的我给，绷住。阿比我给，怕了啥过去？那没都钱没钱了这一点就。妈妈点点赞，嘛点给。不要生气嘛。都是的。所以今天希尔顿看见你的歌是对啊，强势拿钱吧，不给的啊。真的去了吗？真的去了，对外讲，我就唱么的鸭子麻子的吧，没让个的不的人家就是个不的那我就鸭子麻子的吧呀，没去年我们玩，也不有的人家就的我就忘住，没也不有，呀我们那个家管这玩着很着实嘛的，给兵家么个兵家人家着嘛的，没去了没去的，我就没生我都是的那句，我就兵家当开嘛的一些。我这家长开嘛的，就是我先不的。那有些亲戚也不一真的定。我先不。